还有民众到屏东东港的市场买一斤400块的板节虾，然后互餐厅代客料理。但是食到一半，煞发现讲有掺染着其他的小白虾，民众质疑这个食材互偷换过。业者是买回讲，伊是加送一寡白虾互因食。也毋过有其他另外业者。看过这个相片了后，讲这个碗盘内底2种虾啊，拢无板节虾，是白虾甲草虾。这个介绍有差哦，但是一般民众看袂出来。有乡亲去屏东东港食海产，买完食材代客料理，不过捧出来物件讲无啥共款，讲伊买1斤400块板节虾，发现内底有含几只细只白虾，敢是红头换？头家讲这是无细字去互着因兜的白虾，送互因食的这款讲法，互人无啥会相信。我们还是会先想要就是跟店家反映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买的虾是通常买的都是会是固定同一种单一虾种，先去问店家怎么混到这个状况，就是可能产量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帮你混到一些其他品种的虾，如果可以接受，当然就是交易成立。那可能一边都要有一挂吃刷后裔，有时候请客人吃，客人也误会说本来就应该要有这个东西的只是我没有告知是讲这物件是我请你的。代替料理的业者确实有时会加送虾啊，袂去收钱，不过有发生误会，业者讲会尽量避免。其实虾的介绍嘛有差。比较像这个炒虾。业者讲白虾1斤35至400，草虾1斤400块，板节虾细只1斤500至605，大只1斤800块，介绍有差。不过一般人真正分无啥会清楚。应该先把食材拍照，然后清点数量。业者呢也建议要开立单据。买板节虾要食，敢若规盘拢无板节虾，是白虾、蓝草虾。消保官提醒讲，消费者后改会当先点有清楚，并且翕相存证，避免有消费纠纷。嘛，较袂讲食了无欢喜。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